诈骗又搁有新的步数啊！最近呢是有人收到 email， 顶头是这个财政部来通知伊的手机啊载具的规号有异常，所以要求各组都爱来换新。警方是表示讲，这就是调工咧，家己调各组的。也那财政部也已经背后清楚，讲这款批的这个网址呢，甲官方是完全无共款。买饭加油、买物件一种生活消费，将发票藏伫载具，使用是愈来愈普遍。即摆数户民众收到这封通知，批的署名是财政部，讲是载具规号有问题，无按正常的步骤来更新，恐惊中奖的发票免顺利领到。只是点击网页、手机号码、信用卡号，真侪个组拢要求订写。载具本来就不会绑，就是不会要你的信用卡资料啊，除非是你特别绑信用卡嘛，对啊，所以我看到就不会想填，看起来就像诈骗。如果没有时间去证明达到一些相关的政府单位的话，我没有时间的话，我不会去填个资，就是有点感觉个资外泄。又惊是真也是假，官方马上澄清，讲是诈骗的信件，接到信息千万唔通受骗。两大关键分辨真假，检查假批的人信箱甲服务平台的网址。检方也接到报案，强调是诈骗集团网络钓鱼的新步数。他想要骗的是你民众的个资、信用卡号及认证码等的行为。那如果你已经不慎点击入这个连结的网址出现的网页，不用紧张，就直接关闭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已经输入个资或是认证码等等行为，那你可以立刻联系你的发卡银行哦。警方全力压制，将车手当场抓到。受害获利人得一笔股票投资的骗局，损失280万。这种不法组织诈骗手法更加升级，也会透过假冒金管会各种的公文，处信被害者。因为上面都有我们的 logo 啊，可能会让那个受害人以为说这真的是那个金管会发出去的类似公文书之类的。为过去的加检警有愈来愈多公部门加做不法人士冒用骗人工具，这是爱真细致纠正，才袂落入圈套内底。记者综合报道。